伫咧东京奥运为台湾摕下着第一块羽毛球金牌的男子双打王泽林甲李洋，总是回到金门，受到影响式的欢迎。因为李洋是金门的子弟，昨王泽林甲伊做伙回到金门，乡亲是非常的热情，出动吉普车载着因两人为机场出发，西行到金城甲金陵市区，还有动机车队伍乌燕坐镇。金门的乡亲讲，滚，比过年搁较热烈。花友兼放炮，金门乡亲欢迎奥运英雄林永培。昨台湾羽毛球金牌男子双打林永培一分机登去李勇的家乡，搁徛伫日坡顶沿金城镇主要街路伫游行，有当地队伍甲热情的乡亲。很开心啊！开心啊！很开心啊！吃瓜。金门县长杨振武特别颁发235万块的奖金，和金门的子弟兵李勇两人签名回送签名的球杯，说就是这座上重要的部分。到金门综合体育馆甲小选手见面，说来要有这个安排。李龙培个人不简单一个假动作，或者轮番就地的小选手唔知要怎应对较好。今天有这个机会可以跟他们打球，就是昨天晚上还特别很难睡着。他们太厉害了，我们太紧张，所以就失误比较多。这小选手无啥甘愿，对李勇来讲，会使伫摕到金牌了，等去家乡有特别的意义。我爱我的家乡，真的每次回来金门都感觉很舒服、很亲切，然后每次回来都看到我的家人，然后对我真的很好，然后每次回来真的是很放松啊，真的是很放松。透过羽球，然后跟大家交流，我觉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这摆甲金门乡亲分享这份光荣，两人的到位，嘛，互这小球员上大的鼓励。